大家好，今日想同大家講一本又經典又充滿爭議嘅書，羅伯特格林嘅《權力的48條法則》。呢本書好睇嘅地方，就係佢唔會假裝世界係公平，佢唔會話你聽做好人就會有好報，相反，佢直接拆穿現實入面，權力究竟係點玩、點運作，乜嘢係權力。對作者嚟講，權力唔係地位，唔係財富，而係令世界朝住你想要嘅方向移動嘅能力。好多人成日覺得自己俾人凌駕，俾人玩，其實就係因為佢哋唔識權力，唔識人心，唔識人際關係背後嘅暗湧。呢本書唔係教你變化，而係教你睇清楚。48條法則唔係要你逐條照做，而係教你理解人性，理解局勢，理解保護自己嘅方法。明白咗權力，你未必會變得冷血，但你會變得更加醒覺。3條最出名、最常被引用嘅法則。法則一，永遠唔好搶過老細嘅風頭。人性裏面最脆弱嘅就係被比下去。你太醒目，太光芒四射，反而會令上位者不安，覺得你威脅到佢。喺職場識呢條法則嘅人，會令老細覺得舒服，覺得有被尊重。唔識嘅人，成日俾人針對都唔知點解。法則3，收埋你嘅意圖，唔係叫你奸，而係未成事之前唔好講咁多，計劃講咗出去。有人會抄你，有人會阻你，甚至有人純粹因為妒忌想害你。作者話喺權力世界裏面，模糊本身就係一種保護。法則15，徹底解決你嘅敵人。呢條最具爭議。作者意思係，如果你留咗餘地俾敵人，他日佢一定會反擊，唔係叫你報復，而係提醒你有啲衝突你避唔到，既然要處理，就一次過處理乾淨。其實本書最重要唔係條文，而係觀念。48條係方法，係例子，係故事。真正值得學嘅係點讀人性，點觀察情緒，點理解利益，點控制自己，而唔係控制人。你學識咗，唔會變壞，但會變得更加強大。呢本書適合邊啲人讀？想喺職場提升影響力嘅，想避免中伏，想保護自己嘅，想睇清人性運作嘅，做創作、講故事、講策略嘅。最後，權力的48條法則被人鬧，被人讚都正常。有人話佢邪惡，有人話佢超真實，但作者真正想做嘅只係教你睇清